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。又到了每日有氧瑜伽球的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球准备好了吗？我开始运动喽！来，双脚打开，扭腰准备。肚子要出力哦，暖身一下，扭转你的腰，挺下来，右手拿球吸气，吐气，左手拿球吸气，右手，张高一半，踢着动作，彩虹。扭腰，关咒术彩虹，扭腰，彩虹，咒片彩虹，扭腰，彩虹，很好，彩虹，还一半，上一张彩虹。扭腰，再4次，这边彩虹，扭腰，再4次，彩虹，扭腰，注意咒术拿球，1 数拿球，这片彩虹，扭腰，1 数，咒术。很好，继续彩虹，用上扭腰，咒片，蛋糕，咒片彩虹，用上扭腰，1数拿球，咒术拿球，很好，继续5 normal， 扭腰，咒术拿球，彩虹，扭腰。拼着动作，右抬膝2次，左抬膝2次，很好。加松你 IQ。知道吗？拿球送出去，披着准披彩虹，扭腰，豆片，蛋糕，彩虹，扭腰，U 片，蛋糕，他睇到嘅彩虹，扭腰，很好，左边的彩虹，吸气，吐气。U 数片拿球，拼着准披抬膝，送出去，吐气，吐气，很好。两位要注意哦，继续做高级动作，传球，做得冇？叫佢睇下球隊喂，傳球，很好，踢着彩虹，扭腰，咒片，蛋糕，咒片彩虹，扭腰，繼續彩虹，扭腰。还有一半，咒片彩虹，拼着传球搞落来，很好。站够一半，休息，右脚后。抬膝侧点，左脚后抬膝，右脚，都对吗？左脚后抬，手片不用下来，右脚
腰骨伸走，张到2摆，准备好了嘛？我来加球哦，传球，打开，咒术传球，打开，很好 ，You can normal， 咒术传球，很好，弯速。 没问题，非常好。张到2摆，踢掌准备，彩虹，扭腰，咒术片，杠钩，彩虹，扭腰，温，继续彩虹温片。 吸气加吐气，1摆彩虹，扭腰，右边打开，踢掌，抬膝2次，传球，脚骨传球，还有2摆，踢3掌，右脚后退。 左脚，同样的身体传球，很好，继续，右脚后退，左脚后退，还有2摆，扭腰往右往左休息。 中央画一个8字形，轻松的8字形，不是动态，细细就做的嘞。扭腰4个，8字形4个，然后扭腰8字形，扭腰。 8字形，注意扭腰的踢缝，扭腰，1、2、3、4， 8字形，1、2、3、4， 8字形 ，You can normal， 继续，1、2、3、4， 8字形，很好，继续。 8字形，还有1摆，传球，8字形，踢掌开始，彩虹，扭腰，弯左片，彩虹，扭腰，很好，继续彩虹。 咒术，荡钩，咒片彩虹，踢掌，抬膝2摆，传球，还好狗单位，要不要吐气？吐气，还有2摆，踢3掌，右脚后退，身体传球。 打开咒片，很好，继续。还有2摆，踢膝掌，传球，扭腰。 8字形，很好，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继续传球，爱坐下大这位，扭腰，8字形，还有1摆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很好，再回到扭腰。 肚子要用力，
喊走代模，踢掌准批，优速片彩虹，扭腰，咒术，咒片彩虹，扭腰，彩虹，扭腰，咒术拿 Q， 很好。 走片彩虹，吸气，吐气，漂亮。踢掌，右脚抬膝2次，传球，踩下狗袋位。踢3角准劈，右脚后退，身体传球，左脚。 喊周代某继续做，注意，要过抬下狗袋位，走片抬下狗袋位，控制眼平衡，很好，继续，右脚平衡，左脚动枪，还有2摆。 踢膝掌，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继续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。 继续8字形，哎，周代某，继续哦。踢掌准劈，右边彩虹，扭腰，左手，走片彩虹，扭腰，右手，很好。 还有2摆，3勾1掌，彩虹慢，扭腰快，踢掌抬膝2摆，传球，我记得哦，传球，根本全部是传球动作。 兄弟输行的容易，喊周代某继续。还有2摆，踢3掌，右脚往后传球，高级动作，平衡，很好。还好狗袋位周代某。 走片，继续。3勾2摆，踢每摆，踢膝掌传球，扭腰8字形，继续传球，8字形。 继续，手下带条位，8字形，传球，扭腰，8字形，好，放轻松，动作放慢，调整眼来呼吸。再4个。 很好，打开吸气，吐气，弯做数吸气。平步的有氧瑜伽球姿多了，变来期待等你做运动哦，再见。
Thank